时咱请用安静的心、甲虔诚的心来敬拜上帝。我用平安留底予你，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你。我底予你，毋是亲像世间底予人的款。你的心无伫逼迫，也无伫惊吓，只是通去你用上帝十条诫来告别咱的信仰。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下像，毋通敬拜，也毋通服侍，因为我知耶和华你的上帝，绝对无运有用别个上帝批评我。我负我的，我规治伊的罪，对爸到囝，到三世代，听我受我诫命的。我是恩互伊，直到世代。第三诫，毋通滥散神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神伊名的人，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诫，要记得安息日受伊做圣，6日内应该着磨做你一切的工。独到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受的安息。这日是你甲你的囝、查某囝、萝卜、女婢、前生，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厝外人，一切的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万物，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赐福伫安息日，设立伊做圣。第5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你就有长。
第6届毋通害死人，第7届毋通行奸淫，第8届毋通偷窃，第9届毋通做假干净，妨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萝卜、女婢、牛、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请坐。这是咱当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道路、真理、活命。只有透过你的救赎，才会当互阮得到永生的生命，甲得到你的祝福。你互每一个人有美好的旨意，互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才能甲恩惠。你也阮每一个人会当伫听的内面，互相来扶持，做助你好的关系。求求咱人，因为咱乐，无当来照主你的旨意来行。求主你搁一遍来赦免阮，互阮谦卑伫主你面前，通过你圣灵的快乐，互阮让真心得力，会当行顺从伫主你的旨意来行。这是阮伫这个所在，来为着阮身体劳苦，还是心灵送向的。求主你的灵甲因同在，互伫艰苦的中会当体谅着主你的疼。特别阮伫这个所在，为着公报社因的文理的事工来恳求，互因的文理所传的每一个所在，互迄个福音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压制、来补爷，会当来结果子。求主你的灵也运转伫这个圣殿，互每一个人的心会当拍开，通过地牧师的嘴讲出你的话，互阮只做阮的造就阮，甲帮助阮的话。这是阮感谢祈祷，奉主耶稣你的圣名求，阿门。接下来请全联团客来献诗。我们稍后唱到中间的时候，就是会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唱，或者是可以一起击掌来赞美。那我们就是稍后我们会来通知大家，然后大家就可以很快乐的一起参与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一起唱，或者是一起击掌来赞美我们的神。还有一次哦。
接下来看上帝话，记载伫约伯记第13章第1节到第2节，甲17节到18节。13章第1节，看啊，这一切我的目睭拢有看过，我的耳孔拢有听过，也明白。你所知的，我也知，我无卡输你。17节，你着细腻听我的话，互我所辩论的入你的耳孔。看啊，我有排列我的案件，我知我要得着先做义。接下来请题目师来监督。今日的主题是为何苦难会存在？大家平安。特别伫疫情这段时间，老实讲，做礼拜实在是真欢喜的代志。会记得去年5月开始，台湾雄雄进入3级，母亲节过了，讲袂使实体礼拜，改线顶礼拜。到偌久？到8月8号父亲节以后解封。你甲注意，足注意呢！母亲节到父亲节，哪会遮准啊？有影你甲想看嘛？安尼，2-3个月，台北市哦，特别恁若有去信义区的101啊吼，你会感觉讲，哇，敢若咧空手警报咧，拢无半个人。今年若是母亲节过了，外国搁减2撮，逐工吼人数好，安尼一日加。阮查某囝甲我讲，薪水啦无升啊紧。有影？你咧升薪水，敢有升啊紧的？1万跳2万，2万跳3万安尼好，薪水也没有升那么快。所以今日要代表公报社来请安报，所以大声要先请放一个影片。应该有影片吧？有。上帝话，上帝听，是永远无改变。台湾教会广播社虽然经过138年的时间，总是时代在改变。安怎互这个无变的上帝的听，继续伫咱最中间？台湾教会广播社做真多的调整，真大的一个改变。亲像伫圣经充满我，咱会当用家己的笔来体会上帝的听，上帝话，甲咱常常三甲伫地。自从2当前，阮的长老吼，带安华长老，伊介绍我写圣经充满我吼，所以我就一直写到即卖。虽然会亚线嘛，有当时会亚线啊，毋过吼，咱若真正在亚线的时吼，上帝是互我有气力啦，互我有勇气。读圣经就爱用心来读，才会当体会。看到这个吼，这个是我相信兄弟姊妹逐礼拜伫教会拢会当摕到台湾教会公报以及更新周刊。这个刊物看起来真简单，事实上是公报社的正当中用真侪精神来规划甲编辑。阮会遮拍拼，是因为阮相信报纸是传达信仰的工具，而且文字有上温柔的气力。有些时候在我的农园，有时候我就架起了我的笔记型电脑，除了报道这些我的农业、我的产业之外，我也是很喜欢透过农业方面的所得的，然后应用到圣经节啊，上帝怎么样的祝福也能够分享出去，得时不得时都要传。因为这一段话，不管是我在从事网络上，它的点阅率多少，不管是很多人的，或者这个主题上可能不吸引人的，我都不落在那个地方，我都是在神的话语上说，
无论何时都不会让自己灰心，而是为了传扬上帝的话语。你的日子怎样，你的气力也要安尼。伫这1、2年久的中间，咱共同经历着 COVID-19 对咱性命的威胁，对咱生活的不便。咱嘛做伙感受着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所带来迄款的一个战争的残酷。总是咱相信上主的话，上帝听，要引带带领咱行过这一切的艰苦，这一切的困难。真感谢主，感谢咱所有兄弟姊妹，长期以来对台湾教会公报社对阮的支持、关心，对阮的带导。台湾教会公报社会继续坚持，透过着文字帮助咱会当伫生活中，就来认捌着圣经的道理、圣经的话语。请咱继续为着台湾教会公报社，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为着阮来关心支持，为着阮来奉献。愿上帝赐福咱大家。普通咱若去教会周报一个开起来，看到内面老业奉献地，会友讲带咧等啊，又来啦，人家又要来募捐了，来募款了。假如台语听不大懂，放心，80%都在 PowerPoint， 所以中文应该看得懂。整个来讲，头拄仔咱有看到请安的影片，我请问，厝内有订报纸的人请举手，差不多无，就无人咧看报纸。教会公报头拄仔讲，逐礼拜伫咱的招待免费送互咱。我甲公报社讲哦，免费的无人要摕。你甲讲迄1份15块，烧钱摕，为什么？迄用钱买的。更新逐礼拜来业伫周报，也无人咧看，所以文字传道、文字事工，或做有也好，无也好，真努力多谢咱的教会用阮教会公报社来请安报告。今仔日咱有读约伯记这段圣经节，你甲注意真注意，人生中间上普遍的经验就是苦难。无一个人讲对出世到即阵毋捌破病，甚至讲无拄着苦，兼再有啦，足少。所以伫苦难的中间，为什么约伯是咱规本圣经内面，咱甲称作上帝甲伊称作义人约伯？义人必须面对苦难，义人必须面对苦难。多谢青年团契的献诗，头拄仔所献的诗，信靠每一句应允。我甲咱的颜长老讲，恁的教会青年团契袂少呢。即阵老实讲，青年伫教会，特别长老教会做礼拜，或者真拼。搁带咧2年半久，已经习惯足侪教会伫线顶咧做礼拜。线顶做礼拜有好处，你知无？啥物好处？第一，免奉献。收奉献的时阵，敢会奉献袋摕咱兜无嘛？第二，翘骹捻喙手，牧师看袂着。第三，
我食土豆配米乳，你若无法有办法。迄做伫咧厝诶做礼拜偌好咧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去年年底一个统计，2成会友我都倒来，北京有讲回不来了，因为惯系伫咧线顶做礼拜，惯系做线上礼拜，所以不来教会了。多谢我当都有看到传互我的周报，我行一个，我好，咱的教会顶礼拜还有70几个做礼拜。有兄弟姊妹，实体礼拜哪来哪少？你甲注意讲，伫这段时间出门带喙安，足无方便。老实讲，台湾人一个特色，叫做啥？惊死！惊死哦，无带较惨死。第二，惊罚钱啦，因为无带你甲我检举，我就要罚钱。所以哦，无带袂使。你今日去到外国，你看影片，你家己看讲，哦，他们外国拢解放啊呢，拢无咧带水啊嘛。我就问一句话，这礼拜堂，恁兜厝内有蹲200个喙炎的人请举手。你搁敢举手，我真好打呢。那表示恁兜有囤积。老实讲，我真就无人去买口罩啦。什么人去排队？无啊嘛。我家什么没有？口罩最多。口罩最多。按过咱还阁有人足欠的呢。一个口罩用几礼拜，较差不多咧啦，拜托的啦。所以，就兄弟姊妹，咱顾家己，咱去顾别人。可能无人买啦，无人买啦。什么人讲？哦，我用啊掠杀母烧烤，我足幸福的，拜托的啊！我破病好无？你读个歹个，所以伫这中间，现在去，咱就要三角来想，为什么苦难会存在？为什么苦难会存在？顶个月，伫美国加州发生一个枪击案、枪击案，一个凶手走去台湾人组织的教会，提前伫礼拜堂伫遐拍枪，然后有人死，有人受伤。这个故事，这个事实，后来才变做世界新闻。伫迄个所在，你看见一个有效的囝陪老母去做礼拜，伫枪击的中间牺牲。用北京语讲，有天理吗？敢有天理？陪老母去做礼拜，因为这个牧师伫迄间教会足久，倒来台湾牧会，休假倒去美国，所以遐个会友讲，今日，张牧师倒来伫咱这所在要做礼拜，中昼要做伙自餐。足侪会友拢来做礼拜，伊妈妈坐轮椅，伊就陪伊到遐做礼拜。发生枪击案件，牺牲他的生命，敢有天理？这种的上帝信得落未？哪有安尼？人生的中间，你我常常拄着安尼，怎么那么倒霉啊？又是我。怎么每次3000都没有我？每次好的事情轮不到我，所以咱在这个中间，咱会怀疑，咱会问：这种的上帝值得咱信吗？现在去咱就通过约伯记，约伯记内面拢总42章，咱无时间读规个42章，咱去中13章甲切落。你等下若有时间，你等下约伯记第1章甲读到42章，
面有一本册写讲，当好人拄着歹代志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当好人拄着歹代志，好人敢会碰到困难、歹代志？那呢，佫足严重。所以咱会埋怨，咱会讲：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你在哪里？换一句来讲，面对人生的中间无同款形式的苦难，你找袂到生活的意义的困境的时阵，连上帝好像也不存在。请问你有这种经验无？上帝啊，你伫倒落？上帝啊，你有听我的祈祷？无在我咧甲你敬拜，每个礼拜我都去礼拜堂啊，我也有奉献啊，我也有侍奉啊，我也有投入啊。那会才说诶，见了困难诶，见了着歹代志拢是我，会会遐一种。当咱咧埋怨，当咱咧求救、呼叫上帝的时阵，上帝好像不存在。上帝伫倒落？上帝伫倒落？约伯的故事真多，咱咧探讨人生甲信仰内面足深沉的意义，甲上好的题材。所以我毋得讲，请你等下有时间即礼拜读42章的约伯，第1章到42章。我会记得，阮当时咧读旧约约伯记的时阵，老师讲，一个学生问老师讲：“迄个时阵，毋是上帝温存魔鬼试探约伯？”老师讲：“对啊，你来看第1章，真正哦，上帝温存魔鬼试探约伯。”问题是约伯不知道，约伯若知哦，不要紧啊，这是上帝温存的。约伯唔知啊，一暝的中间，你来读约伯记第1章，你会感觉猪羊变色，无代无志呢，歪歌兼起错，迷迷茫茫，家破人亡，真正难呢。所以约伯会问啊，上帝你伫倒落？上帝你在哪里？上帝敢若无存在呢？约伯的故事真多，咱一个一个来探讨，为什么苦难的存在？我称作义人约伯呢？上帝看伊义人，毋过是温存魔鬼试探约伯。所以伫这段中间，现在咱就通过咱伫咱的周报后面有这大纲。后一下，咱就来三个想约伯的心路历程。每一个人他的信仰历程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他都在咱前人团嘅显示内面讲，虽然经过崎岖坎坷的路，道路崎岖，总是上帝甲咱三个行。上帝与我们同行。毋过哦，咱若是会问，上帝，你甲差不多咧啊！逐摆我来咧歪歌起错，我来咧痛苦，我咧艰苦的时阵，你拢无甲我行，你留我自己的一个人走。耶稣说：“小孩，那个时候不是留你一个人走，是我抱你一起走。”所以你没有看到脚印啊，是耶稣抱我们一起走。上帝永远跟咱三个伫地，有影是怎样？伫这段整个的约伯记内面，伫约伯的故事的内面，咱以13章较切入去。13章他都咱所读的圣经上，
足趣味，请你搁倒转来看13章。13章第1节，看这一切，我的目睭拢看过，我的耳孔拢听过。你所在，我也知。搁说一句话足趣味，我无较输你。台湾话即句翻足水，我无较输你。听看，我无较输你啦。为什么？约伯3个朋友，伊的某，安尼4个轮流伫伊的耳孔边，一日到晚都来甲乱啊！悔改啦，认罪啦，甲上帝讲后摆毋敢啦。犹太人的观念，你有灾难，你拄着灾难，就是你得罪上帝，认罪悔改。所以3个知己的好朋友来甲讲，老伯啊，你都做毋着，甲上帝悔认罪就好啊。你兄弟姊妹，咱做信徒，咱定定安尼呢。咱看倒一个破病，倒一个困难，倒一个逆境，倒一个困苦的时阵，牧师中集去到因兜去甲探望，咱定定拢足计较的。咱拢共讲啥？你信心无够，你认罪啦，甲上帝祈祷就好啊。伊若甲你应即句约伯即句话，我无较输你，我无较输你啊！你免乱应，你免乱应。所以即句话足水。当好人拄着歹代志，好人袂讲袂拄着歹代志呢。所以伫遮个中间，你去体会，我无较输你。搁说咧17到18节。你着细字听我的话，互我所辩论的入你的耳孔看，我有排列我的案件，我知我要得到千罪义。要迫切的坚持，我没有错，我没有错。你兄弟姊妹，咱做父母的，常常咧教囡仔，囡仔的时阵哦，咱的囡仔几啊个，我。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两个拢 AV 型的。从细汉，我看阮牧师娘咧教囡仔的时阵哦，阮牧师娘一个车仔举起来，阮后生一定先回室咧，后摆毋敢。阮查某囝是喙齿棍夹咧，要打来打，迄号做拍愈大的。咱足多人说我没有错啊，没有错啊。约伯的人生就是安尼，伫即个所在第13章，咱甲切入去，约伯抗辩的正当性、正当性啊，我排列我的案件啊，我有上诉啊，我有讲，我错在哪里啊？所以有几个真重要的转折，伊忽然拄着人生无法度想象的苦难，无明白原因。对心底向上帝发出疑问：上帝你在哪里？妻子的埋怨啊，3个好朋友的控诉指责啊，差不多以前读到我们歹呀。你若读约伯记头前迄部分，真的上帝不存在。第1章以外，伊第2章约伯开始7、3、6伯。上帝敢若拢无在，无伫咧呢。上帝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所以伫这中间，你去体会，当好人拄着歹代志，为什么苦难会存在？后来，咱真紧，咱就甲跳过。你等下你甲读约伯记第4章到14章、15章到21章、22章到31章，3个回合。咱来咧看武侠小说哦，吼，1个回合、2个回合，哦，看热扑扑。约伯记你若安尼个读落，你就讲，有影呢。第4章到14章、15章到21章、22章到31章，约伯有没有抗辩？有。约伯有没有跟朋友在那边辩？有。约伯有没有怀疑上帝？有。
伫这中间，基本态度约别承认家己公义，每一项拢伫遐咧变，就是没有错啊！啊，你叫我讲认错，啊认错，都无毋对，你叫我讲毋对，哇，这无简单呢。咱有当时啊吼。白物件一红染到最后讲者，好啦好啦，乌的啦乌的啦，无错。总是约别你有较注意，伫这中间，难道无人听我的申诉？难道没有人啊？31章35节，你甲读到32章第1节，哇！3个朋友因约伯坚持自己无辜，不再说话。我操！这人无效啦，讲规部袂出声。咱今日若有人安尼，好朋友一直讲到最后，他真的就是不承认了，就是不跟你来啊，所以放弃。3个好朋友，32章第1节，约伯坚持自己无辜。就不再说话，莫吵伊啦。大朋友是几啊？若是安尼的时阵，请问，伫约伯的心路历程内面，你看见，伊坚持上帝是公义，我无毋对。虽然我拄着苦难，来，他都有讲，约伯记第头前30几章哦，上帝敢若无伫咧。你不要以为上帝不在，你甲看到38章、40章，上帝出现了。38章到40章，上帝出现，第一次在寻风中，伫更利亚峰的中间，对约伯发言：“约伯，你在哪里？”上帝出现，上帝甲约伯回答：“你伫倒位？”用责备挑战的话开始问约伯：人不过是被造物，是上帝亲自管理和看顾。人不过是上帝创造，人无咧外教。阮做牧师的哦，阮上惊讲教会会友讲，这间教会无我袂使。我若听到一句话，我拢头壳拢累，因为这间教会无上帝袂使，这间教会无上帝袂使，因为我毋是这间教会牧师啊，我若袂使甲你讲，这间教会无你不要紧啊。毋过你毋通袂记，咱的教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做，上帝最第一，尊主最大，人不过是被造物。是上帝亲自管理甲看顾。换句话来讲，要互你谦卑承认无知有限。谦卑承认无知有限，表示微不足道。人无咧外交咧。我讲啊，2年半前，谁知道会有这个疫情啊？早知道，我这囤口罩来买就趁钱啊！干那疫苗，我干那去买迄个快筛，我若趁钱，都毋知啊，毋知啊。所以今日当你碰到的时阵，你知影人的软弱，人的软弱，人的有限，所以上帝智慧的能力出现38章到40章。第2摆41章，第2次上帝又出现。38章到40章，第1摆42章、41章，上帝又出现，又是在寻风中，用自然界的动物来责备约伯。搁一摆我约伯讲啊，你有看见在大自然、在上帝的动物所创造的上帝主权能力甲创造，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存在。这就是一个奇妙的一个转变。人生定若碰到问题，
我们的信仰就会成长，信仰就会成长。所以有一句话讲讲，信仰的跳跃 （leap of faith）， 信仰的成长，信仰的提升，信仰唔是永远停伫遐食啉啦，永远都咧食啉啦，永远都咧用吃啦，永远都咧用照顾，无会成长，会成长。所以约伯记42章的第1节到第5节，你咧读约伯记的是足趣味哦。你来读第1章，跳到42章，这吼，阮以前咧看武侠小说，拢即种读法。武侠小说拢40-50本，要读啊完足久的。第一本甲看最后一本，有头有尾，中间拢甲跳过。好人拢活咧，歹人拢死。所以约伯记第1章，上帝温准魔鬼试探约伯。上帝敢若讲一句话，袂使互约伯死，因为生死上帝主权，剩的出代理，放牛食草。毋过到42章，约伯的信仰告别。约伯伫信仰的成长内面，伊成长，伊跳跃，所以伊信仰的跳跃。42章第1节、第5节，信仰上有2个层面：听、看、突破甲成长。所以咱读13章，伫遐讲，看这一切，我的目睭拢看过，我的耳孔拢听过，你所在我也知，我无较输你。约伯伫伊的信仰的顶面到42章，伊规拢成长。伊夹在头前啊，我咧埋怨上帝你在哪里？到42章讲，我亲目看见上帝。过去风声啦，阮做牧师定定会去帮助会友要来洗礼，洗礼的时阵会调开小会，小会内面咱拢有一个动作，叫做问道理。小会员甲牧师伫遐咧教要接受洗礼的人问道理。较常牧师拢甲问一句话：你为什么要来洗礼？你为什么要来洗礼？洗礼的人若甲我应讲，就园长老叫我来，好，回去谢谢再联络。蔡长老叫我来，好，回去谢谢再联络。甚至讲讲，阮爸叫我来，好，回去再联络。洗礼毋是别人叫你来，洗礼是你甲上帝直的关系呢。洗礼我拢甲问讲，你想当要洗礼？牧师讲今年业绩足歹的，所以讲都爱来洗礼啦，添个业绩啦，洗礼也有业绩的呢。所以洗礼是你甲上帝直的关系，所以你甲注意，伫遮的中间，咱的信仰，约伯心路历程。上帝智慧能力出现。来，咱来看今仔日的第3点，提出疑问的理由。13章内面老实讲，约伯真好打。伊坚持讲我无毋对，所以伊一直讲伫信仰的顶面，伊有一个重要的层面，伊学习成长，伊有提出疑问，伊有抗辩。伫正当性甲重要性的顶面，面对苦难，才毋知信仰的挑战。老实讲呢，都爱问呢。东人甲西人的教育无共款是，东方的人较避暑，毋敢问。听讲老师在上课的时阵，伊若问一句话，有没有问题？咱东方的人拢袂。没有问题，老师就讲好，课本收起来，考试。要考试啊，这无少问题，要哪会知？好，一直问，拖时间拖看会过袂？拖到下课了，不要考了。咱问问题，咱唔敢问。生人是一定问，唔知一定问。有样的因为信仰了同款，为什么？
哪会安尼？咱拢准拄好啦，听听就好啊啦。请问，会记得顶礼拜做礼拜的题目，甲圣经查的人请举手。会举手较奇怪，我咧讲。你若真会举手，我讲，我这人遮厉害。后礼拜无算哦，因为后礼拜印伫手无内面啊。因为咱的做礼拜是伊遮出去就无去啊，都无去啊。今仔讲啥？毋知。今日去做礼拜，唱啥物歌？毋知。咱的信仰拢停伫礼拜堂尔，无出去，无行出来。我头拄有讲，多谢圣迄个先生嘅即首诗，信靠每一句的应允。头拄我有讲，约伯记是上帝允准苦难发生，总是有一句话，也应允恩典临到。上帝允许苦难发生，但是也允许恩典临到。上帝的恩典这么大，2年半久，台湾好棒棒。我老实讲啊，2年半前咱开始吹暗了后，咱迄阵有一句话呢，台湾 can help 有无？咱口罩咧分互人呢，咧送互人呢。咱咧送互日本的时阵，咱讲甲伊讲，会记得哦。将来我无疫苗，你都爱幸运哦。无咧，安尼会遮多？咱口罩咧分互全世界的时阵，旧年我无疫苗，我无疫苗，人送咱疫苗。今年无快筛剂，即阵你感觉阁有咧排快筛剂？65岁以上去拍第3剂、第4剂的时阵，阁分你500块的礼券，阁有2支快筛剂咧呢。老实讲，种无人爱快筛剂啊，上好是卖啊。所以你较注意。咱有拄着困难无？有。咱有拄着逆境无？有。总是上帝恩典甲咱三个字。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4节，伫一切患难中，伊就安慰咱，叫咱会当用上帝所赏赐的安慰，去安慰遐遭受各种困难的人。有影姊妹，当咱拄着苦难的时阵，当咱拄着逆境的时阵，毋通袂记哩。上帝恩准苦难存在，要互咱伫信仰学习成长。当约伯提出这种正当性甲伊的犹豫的时阵，到42章第5节，前我听见，今日我亲目看见，听见看见，所以伫人生的中间，咱安怎咧学习成长？伫这充满煎熬、苦难、变化的世界，咱往往活得足自在。若毋是人生各种的挑战、甲种种的苦难，我想咱常常伫遐安居乐业，理所当然。无迄个理所当然的，人生无迄个理所当然。总是你伫这生活中间，你安怎伫迄个眼光？放伫家己的身上，或者放伫上帝的顶面。咱掠做讲，我无毋对啊。咱掠做讲，我足后的啊。总是约伯，伊靠家己的过去，伊靠掠做讲，我都无毋对，我有敬拜上帝，我有奉献啊，我有侍奉啊。基督徒常常就讲，为什么又是我？所以伫这中间，咱咧学习约伯。信仰成长，所以通过新眼光、新思考、新启造，咱每一摆咱咧读迄个新眼光，咱看教育广播，咱就看这文艺时光，咱学习、搁学习。2015年年底我退休，今年2022我已经退休6年久。老实讲，这什么PowerPoint啊，这电脑。我都要家己做，
以前牧会的时阵，都甲交代干事佬啊，伊甲我做便便。啊，即阵哦，逐日拢有在家己拍。啊，有当时啊，你知影这阮的年代吼，阮的拍电脑是手手伤大箍哦，伤粗，二了毋着绑一个活档去啊，搁再无去啊，荧幕消失啊。打电话甲阮查某囝讲，又被骂了。打电话甲后生讲，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这样，所以规矩莫甲问啊，问就叫骂，以后就家己忘啊，家己忘啊。所以需要学习无？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成长再成长，信心提升，眼界拍开，学习约别，对上帝定心真哦，互伊搁较胜过上帝的主权，倚靠上帝的主爱，上帝永远甲咱三个伫咧。结论来讲，约别的一生。确实，上帝所应允的义人，你去看第1章第8节，上帝承认伊是义人，总是上帝恩准下，魔鬼会使甲试探，所以是上帝允许苦难存在，所以42章第5节，这是约伯的信仰告别。前我听见别人讲到你。现在我亲目看见，所以我头拄唔知你讲回应要来洗礼，我啷个问讲，你为什么要洗礼？长老叫我来的，好回去。爸爸叫我来的，好回去。前我听别人讲，今日我亲目看见上帝。我请问，伫教会内面，咱拢会参加迄个结婚典礼有无？结婚典礼内面有一个仪式，叫做新郎新娘要誓约，有没有？无所谓甲问，你有承认你正手所牵的做你的妇人人也无？吼，迄青年哦，安怎伤细声，较大声嘞啦。吼，要不要？要。吼，足大声。Yes, I do。就袂啊。你甲会友洗礼的时阵。你有承认耶稣基督做你的保护师、救主也无？小等下，我叫阮妈妈来应，袂使。信仰的告别是你家己啊！新郎新娘的洗浴，袂使讲，伴郎，你替我回答一下，哪有安尼？所以前我听别人讲你，今日我亲目看见你。最后，咱要用今日的金句，约翰第16章的33节，约翰第16章33节。我已经将这个甲你讲，互恁踮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独恁通放心，我已经看赢世间。独独我已经看赢世间。世间恁有苦难，苦难是上帝恩准下头大家来祈祷。是阮的爸，阮的上帝，阮无完全，但是阮知上帝你的临在，上帝你的主权，现在去阮通过约伯，阮国家一摆来体会上帝恩准苦难存在。愿阮的哪句哪听你直到主过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应答上帝话，吟圣诗593首，圣诗593首，请咱起立来吟专首。主的我所领有。
阿侪，这是咱准备心来奉献，特别为公报社的文艺时光来奉献。起立来为奉献诗。报告来先请咱来读经的金句，咱台语来读一遍，甲国语来读一遍。咱来先来读台语。我已经将这个甲你讲，互你踮伫我有平安，伫世界你有苦难，独独你通放心，我已经看赢世界。华语，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下礼拜咱有上架，请咱来来准备。继续咱来小写报告哈，咱今日咱感谢，今日是文理传道的奉献助力，咱感谢德牧师来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咱本会来报告加讲道，咱感谢伊。第二，咱今日礼拜后，咱第4楼有召开定期的中执会，请中执来准时来出席。第三、第2季就4月到6月圣经的填充卷，咱已经写好的兄弟，请咱伫今日伫后礼拜以前会当摕来教会来认证。其他部分咱家己来看。继续咱看具体的交通甲带导的事项。第一点，咱来为普通力。弟兄伊的追思告别礼拜，伫7月16拜六上午10点，伫咱教会来举行，请咱特别来个为着因的遗作来代祷。第二，咱为2个家庭赖建成甲林玉云右任甲田金甲罗金，因的身体甲因心灵的健康来代祷。咱即时来起立来为这几项来代祷。
391首，上演刷，咱请题目师来接导。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天父上帝听堂，大家享受圣神的帮助，对这个机构永世代无尽。阿免。列岛闭会。平安嘞。请各位会友注意哈，在我们等一下互相报平安完以后，我们圣歌队请留步，我们要来练唱，就是我们7月16号侯动力弟兄的告别式的献味诗的练唱，所以请诗班同工能够暂时留步，我们要做一些诗歌的练习。多谢。